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24，咱做伙来读《以斯拉记》第4章到第8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4章，犹大甲便雅悯会对着听见遐个流放倒来的人，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去圣殿，就来见所罗巴伯甲逐族的族长，甲因讲：请准阮甲恁做伙去，因为阮甲恁共款追求恁的上帝。对亚述王以撒哈顿带阮来到这以前，阮就常常献祭给上帝。毋过，所罗巴伯、耶稣啊，甲以色列其他的族长甲因讲：阮去阮的上帝的圣殿，无需要恁帮赞。阮是照波斯皇帝塞罗斯对阮的命令，要家己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去圣殿。对安尼，当地的居民就伫犹太人去圣殿的时，甲因恐吓，阻挡因的工程。这人对波斯皇帝塞罗斯年间到波斯皇帝大流士继位的时，贿赂官员要破坏犹太人去圣殿的计划。亚哈随鲁皇帝开始执政的时，有人写诉状控告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伫波斯皇帝阿达西西统治的时，比西兰、米提利达、塔比列甲因的同事，搁写批予阿达西西，批用阿兰文写，读的时才翻译。总督、李宏、书记、新税嘛控告耶路撒冷人，写批予阿达西西皇帝。总督、李宏、书记、新税甲其他共党的，包括法官、官员、军官、波斯官员、伊拉人、巴比伦人、苏珊人，就是伊兰人，以及互伟大尊贵的阿斯塔巴陈煞来住伫撒玛利亚城甲何西省的人民，做伙写批上奏。奏本的内容是：你的仆人何西省的人民上奏阿达西西波斯皇帝，愿奉上查明，对你遐倒去犹大地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着手重建这个反叛搁邪恶的城，因已经去城墙下地基。愿奉上查明，这个城一旦起好，城墙完工，因就袂搁进贡纳税、交粮食，国库的收入一定会减少。阮受皇上的攻击，着尽责任，毋爱看见皇上损失，所以禀报予皇上知，请查考神皇的记录，就会知这个城是背叛的城，真做列王甲百姓的伤害。对古早这个城常常反叛，所以受毁灭。阮谨慎启奏皇上，这个城若搁起好，城墙完工，皇上就会失去何西省。迄时，皇帝就回复总督李宏、书记新税，以及遐住伫撒玛利亚甲何西省的同事讲：愿恁平安。恁的上奏文我有详细读过，我已经下令查考，知这个城对古早就背叛列王，常常有谋反背逆的事。以前捌有伟大的君王统治耶路撒冷，管理全部河西地区，叫因进贡、纳税、交粮食。
若恁着命令遐个人停工，除了我有降旨，袂用伫重建即个城，恁着随时办理即个事，毋通疏忽，则免皇帝受较大的损失。阿达是说皇帝的批宣读互总督李弘、书记辛岁甲因的同事知了后，因就赶紧去耶路撒冷，用势力强迫犹太人停工。对安尼，耶路撒冷上帝圣殿重建的工程就停止，停到波斯皇帝大流士继位的第2年。第5章，彼时有先知哈该甲会道的孙先知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达上帝的话。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耶稣亚就拢起来，着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有上帝的先知甲因做伙帮助因。上迄时，何西省的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来问讲，啥人下令互恁去即间殿完成即个工程？因个讨起造圣殿的人的名单。毋过，上帝看顾犹大的长老，互因免受阻挡停工。遐个官员将即个代志上奏大流士，听候伊的回复。何西省的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伊的同事，就是何西省的官员上奏大流士王的批记伫下面。愿皇帝大流士万事顺利，愿皇上查明，愿去犹大省发现伟大上帝的圣殿拄在重建。这个殿用大地质起造，梁插入墙内，工程进行真紧佮顺利。彼时，阮问遐个长老，啥人下令互恁去即间殿完成即个工程？佮问因的首领的名，通上奏互皇上知。因安尼应阮讲，阮是天地的主宰上帝的仆人。阮现在在重建的圣殿，是真侪年前以色列一位伟大的王起造的。毋过，阮的列祖举天顶的上帝生气，伊将因交伫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王就拆毁即间殿，掠人民去巴比伦。塞罗斯做巴比伦皇帝第1年，下令重建即间上帝殿。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生气，下伫巴比伦神庙的金银器具。塞罗斯王将遐个摕出来，交予伊所设立的犹大省长舍巴萨，对伊讲，着带这个器具去下伫耶路撒冷的殿，嘛着伫原位去上帝的殿。对安尼，舍巴萨就来下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地基。即间殿重建的工程，对迄时到现在还未完成。但皇上若看做妥当，请查明巴比伦的皇家记录，看塞罗斯王有下令伫耶路撒冷重建上帝的圣殿也无。关系即个事，请皇上裁决，降旨指示阮。第6章，大流士王就降旨去巴比伦的府库调阅皇家记录，伫米底亚省阿玛塔城的宫内找到一根古棍，内面安尼记载：
塞罗斯王元年，王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降旨，就重建这间殿做献祭的所在，是坚固的地基，殿悬27公尺，宽嘛27公尺，用大石3层，木材1层，经费由王家支付。以前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生气，下伫巴比伦遐的金银的器具，就带转去耶路撒冷，照原位下伫上帝的圣殿。第二年，大流士王下令，何西省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何西省的官员，恁毋通干涉因，毋通阻挡上帝圣殿的工程。就予犹大省长甲长老继续伫原位重建上帝的圣殿。我命令恁着帮赞犹大的长老重建上帝的圣殿。对王的府库、何西省的税收中拨充足的经费，予遐个人，这免工事停止。因天顶的上帝献烧化祭所需要的牛犅仔、绵羊犅、羊羔，以及小麦、盐、酒、油，拢着照耶路撒冷的祭司所讲的，逐日供给予因，毋通失误，通予因献芳芳的祭物，予天顶的上帝。佮为着王甲王的囝儿孙，当会受祈祷。我阁降旨，老人改变这个命令，我要对伊的厝拆一支梁，将伊钉伫迄顶面挂起来，互伊的厝为着安尼变做粪扫堆。老君王甲人民改变这个命令，毁坏这间上帝圣殿，愿竞选耶路撒冷，互人来敬拜伊的迄位上帝，消灭因。我大流士出这个命令，着确实遵行。对安尼，何西省总督达乃甲其他波斯乃以及因的同事，就确实遵行大流士王的命令。犹大的长老因为先知哈该甲下岛的孙撒加利亚所传达上帝的话，就着手重建。工程进行顺利，因遵坦以色列上帝的命令，甲波斯皇帝塞罗斯、大流士甲阿希西西的命令，完成重建。大流士王继位第6年，阿达月初3，这间圣殿完工。以色列人、祭司甲利未人，以及其他流亡倒来的人，拢欢欢喜喜举行奉献上帝圣殿的庆典。为着奉献上帝的圣殿，因献牛犅100只，绵羊犅200只，羊羔400只。因阁照以色列支族的数目，献山羊犅12只，做以色列众人的赎罪祭。因照摩西的册记载，派祭司照因的祖辈，利未人照因的班次，伫耶路撒冷服侍上帝。正月14，流亡倒来的人守半过节，祭司甲利未人拢洁净家己，逐个人伫礼仪上拢清气，就为着流亡倒来的人甲因的亲族种祭司，嘛为着家己杀半过节的羊羔。流亡倒来的以色列人以及离开异教归我以色列人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遐人，拢食半过节的羊羔，因欢欢喜喜守度假节7日。因这么欢喜，是因为上主和亚述王的心对因友善，支持因重建以色列上帝的圣殿。第7章，这个事以后，波斯皇帝阿达西西继位的时，以斯拉
对巴比伦转来。伊是舍莱亚的囝，舍莱亚是阿撒利亚的囝，阿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囝，希勒家是沙龙的囝，沙龙是撒督的囝，撒督是阿希突的囝，阿希突是阿玛利亚的囝，阿玛利亚是阿撒利亚的囝，阿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囝，米拉约是希拉希亚的囝，希拉希亚是乌西的囝，乌西是布基的囝，布基是阿比斯的囝，阿比斯是菲利哈的囝，菲利哈是伊利阿撒的囝，伊利阿撒是大祭司阿伦的囝。以斯拉对巴比伦上来，伊是经学教师，对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赏赐摩西的律法非常精通，因为上主伊的上帝赐福伊，伊对皇帝的请求拢得到允准。阿达西西做王第7年，有一寡以色列人、祭司甲利未人、很时的圣殿守卫、圣殿的工人，倒来耶路撒冷。迄年的5月，以斯拉倒来到耶路撒冷。正月初1，伊对巴比伦起身。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因为伊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伊。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主的律法，将规个命令教导以色列人。这时以斯拉是经学教师，精通上帝予以色列的诫命甲规例。下面是阿达西西王予以斯拉的调书。列王的王阿达西西写予祭司以斯拉，精通天顶上帝律法的经学教师，愿你平安。我国内的以色列人、祭司甲利未人，若有人愿意倒去耶路撒冷，我下令允准因甲你做伙去。我甲7个参谋指派你，就照上帝交托你的律法，视察犹大甲耶路撒冷。你就带我甲我的参谋，甘心献予带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上帝的金银，佮带你伫巴比伦全省所得到的金银，以及人民甲祭司欢喜为着耶路撒冷因的上帝圣殿奉献的礼物。你着善用这的金银，买牛犅仔、绵羊犅、羊羔、五穀、甲酒，献伫耶路撒冷恁的上帝殿的圣祭坛。剩的金银，就照恁的上帝旨意，用伫你甲你的同事看做好的所在。所有交予你，要伫你的上帝殿内做服侍的器具，拢着下伫耶路撒冷的上帝面前。你的上帝殿若要欠用什么，需要你设法的，通对皇帝的府库支出。我阿达西西佮下令，何西省所有管府库的官员，精通天顶上帝律法的经学教师，这是以斯拉，伊无论对恁要求什么，恁拢着确实办理。数量最悬通到银3400公斤，麦10000公斤，酒2000公斤，油2000公升，盐无限。天顶的上帝所命令的，恁着为天顶上帝的圣殿切实去做，才免上帝的大生气临到我甲我的子孙的国。我阁命令恁，这是甲利未人、很时的圣殿的守卫甲工人，以及伫上帝的殿侍奉的人，拢毋通要求因进贡、纳税、交粮食。以斯拉照你的上帝赏赐你的智慧，指派遐个捌上帝律法的人做审判官甲官员，伫你何西省的人民。假使要毋捌律法的人，若有人无要遵守你的上帝的律法甲王的命令的人，就严严甲因定罪，甲因判死刑、流放、财产充公，也是关押。以斯拉讲，
上主，咱列祖诶上帝应该受称赞，因为伊互皇帝有即款诶心意，互耶路撒冷上主诶圣殿得到尊荣。伊阁互我对王、伊诶参谋，甲所有权诶官员得到帮赞。上主，我诶上帝赐我勇气，互我会当调集以色列诶首领，甲我做伙倒来。第八章下面是亚达士西王在位诶时，甲我对巴比伦倒来诶族长甲因诶家谱，分离合诶后代有计顺，以他玛诶后代有但以理，大毕诶后代有哈突，士加尼诶后代，巴约诶后代有撒加利亚，甲伊做伙倒来，照家谱算有查甫人150名。巴哈摩押诶后代有谢拉希亚诶囝伊利用奈，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200名。撒土诶后代有亚瑟哈西诶囝士加尼，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300名。阿丁诶后代有约拿单诶囝以别，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50名。以兰诶后代有阿塔利亚诶囝以赛亚，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70名。示法提亚诶后代有米迦勒诶囝谢巴地亚，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80名。约押诶后代有亚希诶囝俄巴底亚，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218名。巴尼诶后代有约瑟辉诶囝示罗密，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160名。比拜诶后代有比拜诶囝撒加利亚，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28名。阿甲诶后代有哈加坦诶囝约翰兰，甲伊做伙诶有查甫人110名。阿德尼干诶后代卡班倒来诶有以利法勒、亚利、西玛雅，甲因做伙诶有查甫人60名。比格瓦伊诶后代有欧泰甲撒克，甲因做伙诶有查甫人70名。我调集这诶人来到迄条流入阿哈瓦城诶河诶河边，阮伫遐扎营3日久。我巡视人民甲祭司，毋过无看到入面人，我就找人去调遐诶领袖，就是伊利以夏、阿里伊勒、西玛雅、伊利拿单、亚利、伊利拿单、撒加利亚、米苏兰，佮告诉用亚利甲伊利拿单。我找因去加西菲亚地区见迄所在诶领袖会倒，佮教因着安怎对会倒甲伊诶同事圣地诶工人讲话，通互因派人来咱诶上帝诶圣殿服侍。咱诶上帝施恩帮助阮，互因伫以色列诶曾孙利未诶孙末利诶后代中有带一个有才能诶人，是利比来，伊诶囝甲伊诶亲族共18人嘛做伙来，佮带哈沙比亚甲伊做伙诶有米拉利诶后代以赛亚，伊诶亲族甲因诶囝共20人，佮带220个圣殿诶工人，因诶名拢有登录，因诶祖先受大毕甲遐诶大神指派来协助利未人。迄时，我伫阿哈瓦河边宣布禁食，当伫咱诶上帝面前刻苦谦卑，求上帝互阮诶囡仔甲阮一切所有诶拢一路平安。我感觉请求皇帝派步兵马兵一路保护阮，免受对敌诶攻击是见效诶事，因为阮捌对皇帝讲，
阮的上帝会施恩保护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伊嘛会大生气攻击气杀伊的人。所以，阮为着即项事禁止，恳求阮的上帝，阮有又听阮的祈祷。对安尼，我指派12个祭司长，就是示利比、哈沙比亚甲因10个亲族，将皇帝甲伊的参谋官员，以及伫遐的以色列众人奉献互咱的上帝的圣殿遐的金银甲器具，拢清过，交互迄12个祭司。我称过，交互因的有银22公吨，银器70公斤，金3400公斤，以及金碗20块，重 8.4 公斤，金仔仔的铜器2块，贵重亲像金。我对因讲，恁已经圣化归上主，这器具嘛拢圣化归上主。这金银是人民甘心献互上主恁列祖的上帝，恁着谨慎固守，一直到恁去到耶路撒冷上主圣殿的库房，伫祭司长甲利未人以及以色列族长的面前称过，交互因。对安尼，祭司甲利未人将称过的金银甲器具接过来，要带去耶路撒冷咱的上帝的殿。正月12，阮对阿哈瓦的河边出发，要去耶路撒冷，阮的上帝一路保护阮，叫阮脱离对敌甲埋伏的人的攻击。阮到耶路撒冷，伫遐歇困3日。第4日，阮到上帝的殿，称遐的金银甲器具，交互祭司长乌利亚的囝米利末，甲伊做伙的有菲尼哈的囝伊利阿撒，利未人耶稣亚的囝约沙伯，甲便来的囝拿阿底，逐项物件拢算过、称过，搁详细记录。所有流放倒转来的人，拢献烧化祭互以色列的上帝。因为着以色列众人献牛犅12只，绵羊犅96只，绵羊仔77只，搁献山羊犅12只来洁净家己的罪。这个拢做烧化祭献互上主。因将皇帝的吊书交互伊的元神甲何西省的总督，遐个官员就帮赞人民，攻击上帝的圣殿。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斯拉记第4章到第8章。